第12课连读变音，གདངས。一、前后音节声调改变。拉妈上师，碌妈弟子，qdངས老师，碌축学生，你妈太阳，qdངས星星，芒奏以多数为主，芒奏以人名为主。牛姑苗芽，妞姑主笔，尊康监狱，准康旅社。二、后音节子音变不送气，以给姓字，偶加奶茶，落坠聪慧，力邦金寒，给扎说话声，给扎鸣声，咋样声韵。茶东耶妹，声空不二。三、名词后缀。四、动词后缀。左哇众生，左瓦去，科罗哇轮回，科罗瓦流转，独巴繁体，独巴回遮，觉巴行为，觉巴行持，密巴所缘，密巴缘取。紧巴能取，紧巴支持，囊巴内道徒佛教徒，七瑞巴外道徒，格居巴噶举派，天居瓦应承派。五、增加前音节韵尾 a， 盆种藏域，简敦僧伽。边追康图书馆，感灯都率天，简灯具杯，简灯美丽，甘居佛说部甘珠尔，丹居论点部丹珠尔，丹经常直，胆经我直，总督增益，grundig减损，勘捉空行。참죄总管，田扎如此，免读没有不在。六、增加前音节韵尾 b， juk11， jupsi 14， amdo 安多 amchok 耳朵，굼chen 元音。减错大海，谷桑神乡，马旁雍错马旁雍错湖。七、增加前音节韵尾 c， 滚搭咸抗力，拧搭日月，拢搭年月，斩搭敌人。八、闭元音影响开元音。普木女儿女孩，里乌山，突上手 ，magic 无名 ，seju 实地 ，gerik 汉族，这些的 lake 吉祥如意。